美国职篮 NBA 迈阿密热火闪电侠韦德今天在最后一场主场比赛飙出30分，率队以122比99扳倒费城76人，但底特律活塞以100比93击退曼菲斯灰熊，浇熄了热火晋级季后赛的希望。韦德 Wayne Wade 今天投23中10，三分球投10中4，是他本季得分第2高的比赛。3度赢得 NBA 总冠军的韦德，明天将在对阵布鲁克林篮网的比赛结束篮球生涯，在37岁时退休。韦德赛前感性地向球迷致谢，他说：“我爱你们。谢谢你们今年跟我共舞，谢谢你们今年付出的耐心，谢谢你们给予的爱。”他说：“我现在觉得很感恩，对这整个球季充满感谢。”迈阿密热火今天在韦德最后一场主场比赛播放影片向他致敬，由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带头喝彩。奥巴马说：“韦德，恭喜你一路精彩的表现。现在我懂你的感受，因为向你热爱的职涯告别，一点都不简单。”奥巴马开玩笑地说：“我也走过这段路，不过我的情况是我真的没有选择。我膝盖不行，因此必须永远放弃篮球。”同时，活塞如果在明天最后一轮例行赛打赢纽约尼克，便可取得东区季后赛门票。夏洛特黄蜂今天以124比97弑伤克里夫兰骑士，也还有一丝希望可以晋级季后赛。黄蜂明天必须击败奥兰多魔术，还要祈祷活塞在对战尼克时出了差错，才有机会超越活塞晋级季后赛。